亚这平安，咱用祈祷来开始今仔日咱的聚会。安静咱的心，因为心肝清气的人，伊要看见上帝；清心的人，伊要看见上帝。咱用祈祷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服侍、奉献，予咱的主上帝。伊要真做活我的祭、欢喜的祭，献予咱的主上帝。主，阮真欢喜，伫国外早起，过来到你的圣殿，阮要三甲来学罗敬拜你。阮感谢你为阮献身，背命伫十字架顶。为阮担当阮的罪过，也赦免阮的罪恶，是看会到的罪，是看袂到的罪，你拢替阮洗除清气。主，阮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奉献阮家己，真做活祭，做你欢喜的工程。愿你保守看顾阮的所做。搁一摆感谢你，感谢你为阮背命。伫十字架顶，也为阮来高活，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祈祷，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搁一摆，甲咱大家讲兄姐平安。平安。各位早起，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学罗咱的主上帝，请你也甲。你正边倒边的兄弟安尼讲，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伊伫查你，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互咱用罪迄边死的人，为用基即边来活，对伊的伤痕，咱得到医好，伊有个活。中文叫因他活着。台语叫伊有个活，伊有个活。上帝行，伊名是耶稣，伊带来听。哦。
对心的我，哦，我的子女，他的魂魄就是我的留爱的歌，对心的我。主给我以互咱喜乐，感谢主耶稣，耶保会为我来死，清去我的罪。感谢主耶稣，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担当我的罪过，拢无留为我为命的十字架，你受批判我的。
献花，我的自由头发。耶稣天心之间，担当我的罪过，用我保留为我为命的心之间，你受批判，我的你受牵挂，我的自由头发。你宝贝为我流落，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救赎的你好，是你的，是你的，是我永远的荣耀。是你的，是你的，耶稣仍听也看我，是你的，是你的。你宝贝为我流落，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救赎的你可，是你的，是你的，是我永远的荣耀。咱一摆来唱耶稣有我顶十字架的意义。耶稣顶十字架，担当我的罪过。我保留为我为命的心之间，你受批判，我的你受牵挂，我的自由头发。是你的，是你的，耶稣仍听也看我，是你的，是你的。你宝贝为我流落，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救赎的你好，是你的，是你的，是我永远的荣耀。是你的，是你的，是我永。来电视。
定时伫十字架顶，阮真感谢你，你受鞭拍，愿得医治；你受刑罚，愿得自由逃放。感谢你伫十字架顶保护为阮流落，感谢你，感谢你，高我为着阮，感谢你。来，三角起立，来学罗咱的主上帝，也学罗，哈利路亚，主会高我。来
罗伊，拢要俄罗伊，咱就出欢喜的声，归荣光予伊。阿门。因为耶和华怜悯安慰伊的百姓，感谢主。上帝，主上帝，你无袂记得困苦人的呼求，你举手拯救困苦的人，求你照阮头前的路，你的光照阮头前的路。感谢主耶稣，你做赎罪祭，救阮脱离罪的捆绑，也洗清阮的过失，互阮得自由徛在，也得逃放。感谢主耶稣，你担当阮的忧愁，担当阮的艰苦，阮因为你的背命伫十字架顶，互阮得平安，得盼望，得喜乐。感谢主耶稣，你为阮所做的一切。哈利路亚！主你也赢过死神的关系，叫我叫阮信的人的心无空空。阮愿意活转到你面前，求你因为你的疼的关系，互阮会当经历你的医治，你的平安。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啊，兄弟平安，主的过我带来咱有盼望，主的过我，互咱更较有信心。这是咱用上帝10条诫，咱来告别咱的信仰。第一诫，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唔通为了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诫，唔通滥杀称耀我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要记得按照日守以岁神。第五诫，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唔通害死人。第七诫，唔通行奸淫。第八诫，唔通偷窃。第九诫，唔通做假工证含在你的厝边。第10诫，唔通贪心。这时，咱来吟圣诗，新圣诗102首，哈利路亚，救主歌我，哈利路亚，救主歌我。以贪赢死实的权势，天使报，圣徒欢喜，请咱起立吟全首。经文第3篇记载伫诗篇第2篇，我来替恁来引。列国是怎样做声势，
愿是安怎对袂健康的因缘。地上的君王在拜阵，统治者斗阵计谋，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君王，因讲咱来讲出压制咱的胆。这边捆绑咱的手，上主坐伫天顶在笑，起笑因的阴谋，伊受气，甲因警告，我心地互因惊惊。一声，伊讲：伫我的圣山锡安，我已经设立所顶选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伊甲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仔日生你。对我求，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将全地互你做产业，你要用王的天怪甲因讲喙，亲像讲非讲甲吹讲。正君王啊，着谨慎，统治者要接受警戒，着用敬畏服侍上主，用惊吓屈服伫伊下的，才免伊起圣地，互恁伫路中灭亡。因为伊为时时发受气，一声，对上主最偏所的人真有福气。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
哈利路亚！感谢圣歌队带咱的敬拜，愿阳光归伫爸上帝。这时，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路加福音书24章第1节到12节，咱做来看。7日的头一日，天曝光，遐个妇人人带所备办遐个香料到墓。看见酒已经对门来讲开，就入去，无看见主的生死。为着安尼在丢除的时，忽然有2人徛伫因身边，衣裳光纳纳。第5节，妇人人行行，面压落地。迄2人甲因讲：啥事伫死人中找活人啊？伊无伫遮，已经过活。恁着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有怎样甲恁讲？恁主的确着交伫罪人的手，互因定伫十字架，第3日过活。因就记得伊的话，对亡人转去，将遮个事拢报互11个学生甲其他的证人知。去对使徒讲遮个代志的，就是麦大列的玛利亚、甲约阿拿，以及雅各的老母玛利亚，以及其他的因做伴的妇人人。使徒看遐话做无影，也毋信伊。若是彼得起来，行到亡人压落去看。只有看到幼丢布拿定，就转去因厝，在奇怪所经过的事。咱圣经读到遮，这时咱请牧师要发的咱信息是：国外性命的奥妙。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主国我的日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知，你是永活的主，
是阮生命永远的石盘。因为主你有过我，互阮明白，阮的生命嘛着因为主的过我，阮的生命就有好的根基。当阮的信仰领受即个福音，阮就常常因为主的过我，阮有顶头生的生命，阮就爱欢喜快乐，大声学乐，讲即个故事，因为阮知这是阮生命美好的应允，就是阮的生命有得救，阮的生命有重新伫主你的面前，诚做活活的见证。阮就因为安尼来显明上帝你的仁爱甲公义。主啊，当阮伫纪念主你为阮的生命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为着阮的罪来牺牲你的生命的时，阮为着安尼，就是要透过主的付上的代价，互阮会当诚做活的人，无搁再是为着家己来活，乃是要替阮为阮来死搁活的主上帝来活。主啊，阮的生命得到即个福音，总是阮的生命还阁有真侪时阵，阮无为着主你来活的生命，来看阮家己的生命重要。主啊，阮忽略这真要紧，着爱谨慎的生命。求上帝你搁一摆怜悯阮，帮助阮，互阮会当学习去注重别人的事，比家己的事搁较重要。主啊，你的话语教导阮，着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凡事毋通激动，贪图虚假荣耀，只要心存谦卑，着看别人比家己强，大人无看，只有看家己的事。也爱看别人的事。主啊，阮伫这个世间，主你赏赐阮活命，是爱竞选阮成做主你的儿女。阮要恳求上帝你加添阮气力甲智慧的心，互阮的生命伫主你的话语的内底顶面，会当得到生命的坚固。也因为阮坚固的生命，会当有份来帮助无坚固的人的软弱。为着毋是要得到家己的欢喜，乃是要得到主你的欢喜。愿你即时搁一摆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激励阮逐人的心，互阮的生命来少念耶稣搁活欢喜的好消息内面，阮定心去敲找着阮家己生命顶头生的愿望，互阮的生命毋若看见生命顶头生搁活的美好消息，嘛会当定心去敲找着家己生命要安怎样顶头生来为主你来活的目标。愿主你圣神引带阮，甲阮三个同在，带领阮下面的时间，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主搁活的日，你有充满着惊奇无？惊奇吼？为什么呢？因为今咱所看的圣经在内底就是安尼啦。吼，每一个看到耶稣搁活的这个消息甲故事，吼，是充满的惊奇。而且是也有人充满疑问的，我相信，无论是你信主久久，还是你当啊信主的人，甚至你当啊进入教会的人，你一定会开始咧想讲，这个信仰内底背后的这个耶稣，到底敢真正有过活？兄弟姊妹，有的人嘛是伫怀疑的中间、无信的中间，伫定心来看待耶稣的过活，对咱来讲，生命重要意义。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伫主耶稣基督过活的愿望的见证内底哦，圣经内底总共有出现108摆讲起主耶稣基督的过活。注意哦，主耶稣基督的过活，这个代志啊，这个事啊，伫圣经内面总共出现108摆啊。意思是啥？这是咧强调搁强调的代志啊。所以，咱咧看圣经，毋是干那去看见一个故事、一个历史，较要紧是伊内底咧讲的即个主耶稣的过活，代表对伫每一个了解福音的人，就爱去明白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啥物。所以我相信，圣神才着安尼来搁一摆来加添加深咱对真理的认捌的印象。咱的真理是啥？真侪人讲，你所信的福音吼，你基督教的福音是啥？就是听，
啊，什么是疼？什么是疼？什么是爱？看不见的爱。可是耶稣有没有让我们看得见的爱？有没有？其实是看得见的哦。耶稣看会到的疼，是通过伊家己的生命付出代价，这是看会到的。但是咱嘛看见伊所留落的信息，包含伊的生命观，包含伊到最后要受苦的过程的中间，伊安怎教导伊的门徒，甲伊共款安怎去共洗骹。所以咱知影耶稣伊的疼，虽然是现今的人所咧讲，迄个疼敢若看袂到，但是实际上即个疼是看会到的行动啊。所以兄弟姊妹，事实上耶稣肉体搁活，乃是对咱来讲是一个咱的信仰的基础啦。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耶稣的搁活，你得爱认真注意去体会。来，耶稣的搁活，你得认真去体会。所以咱会当知影，耶稣肉体搁活，要安怎诚做咱信仰的根基是咱保证，伊就是上帝真实的囝嘛，对无？啊，伊若毋是上帝囝吼，伊明仔载敢有可能搁活？有可能无法度显明即个应允。所以咱对耶稣的搁活，咱会当清楚知，伊讲伊是上帝囝，安尼这咱了解，甚至捌为着咱的罪来赔伊的性命，甚至互咱了解，咱因为相信。知影耶稣为着咱搁活，所以咱会当因为安尼来称义的方法啦。什么叫称义？说好，你在我面前，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你成为好的义人啊，对不对？所以心里要怎么样？相信，口里承认。罗马书内底安怎讲？10章第9节到11节，来，伊讲你若嘴认安那？承认耶稣做主啊！耶稣做主的意思是啥？就是你的生命毋是搁靠家己的，是耶稣成做你主要的这个啥主宰啊！你有承认无？我讲有，我要掠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意思是啥？你的习惯，你做这观念想法，你要开始去听人亲像耶稣，你要承认讲我要亲像耶稣伫我的生命中间的做主。心内安怎？信上帝叫伊对安怎？死人中搁活，安尼开人安怎？得着救。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若无了解这个上重要的，嘴认承认耶稣做主，做你生命的主，甚至心内相信上帝对死人中搁活，安尼我甲你讲，你若无了解这个，有可能对你即马，你可能已经死了，但是你要搁咧。逐礼拜你安尼聚会听道理，但是你的生命无亲像安尼的观念，得过你的人生的时阵，安尼即个信仰对你还阁无真切的了解，嘛无对你真大的帮助。圣经阁讲，因为人心内相信，就通安怎？因为你心内安怎？信上帝叫伊对死人中搁活嘛。耶稣死人中搁活的意思是啥？因为伊用伊保护，对无？洗净咱的罪，对无？所以伊有搁活，代表伊的死，亲像咱将咱的罪安怎？伊代替咱的罪，甲伊钉伫十字架顶。所以钉伫十字架顶的意思是啥？有当时你要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一个你原先做爱做的代志，但是你为着主，你开始牺牲，你开始付出代价，你会感觉足疼。但是你的疼会当互你安怎？会当互你称义啊！安了解无？你原底袂做的，但是你因为安尼来做，所以啥人讲？因为人的心内若相信上帝有叫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当称义啊。嘴里若承认，就会当得着救，因为你有承认耶稣做你的主嘛、主宰嘛，所以你的生命已经毋是靠你家己的生活，所以你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宰，你会当得着救。所以你有想要得着救啊？你有想要得着救啊？所以基督徒毋是咧敲锤迄个啥圣灵充满的那一种现象哦。好，有些人的现象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我听说最近这个有很多人很向往那一种很神机骑士，说好像圣灵击倒哈。好，比如说那个特别是伯特利学院有人去到美国特别去追求这种
这种看不见的这种能力哈。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并不是真实的福音。所以兄弟姊妹，经上说，圣经经常讲，既然信伊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我唔知影，你真做信主的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真做咱生命的救主。我唔知影你有真做基督徒，你有感觉做见效？会袂？会袂？有的人感觉会哦，伊感觉人生信主了，感觉嘛真苦咧，嘛无较好咧，吼。啊，这个安怎？结果伊厝里的人啊讲，啊，你去教会较有啥路用啊？啊，无较好啊咧，敢毋是？啊，伊会感觉见效袂？会啊。伊讲啊有影咧，感觉嘛无较好，啊无我莫阁去啊。敢有即种人有啊，嘛是有啊。啊，这就是见效啊。因为伊无了解，喙面就爱承认耶稣做伊生命救主，信上帝，互伊安怎？互耶稣对死人中过活。耶稣若上帝若互耶稣对死人中过活，既然每一个真做伊的儿女的人，咱敢会当靠着耶稣安怎？共款安怎？咱的属灵的生命未来，咱嘛是过活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咱着爱拍开咱的心门，常常爱接受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嘴里承认安怎？心内相信，搁活的主啊！所以咱伫搁活这个时阵，咱毋是咧相信主的搁活这个现象啊。要紧的是，伊背后有一个足重要的事，会当咱只有安尼嘴里承认，心内相信，咱才会当真正得到顶头生称义的生命，做上帝的囝儿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真做主上帝的囝儿，咱着爱安怎？咱嘛就必须爱凭着基督搁活的生命来活啦。所以以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要靠主而活，对不对？咱想想，我过去咧想讲，什么叫做靠主而活啊？靠主来活，为什么我要靠主来活？哦，原来我是真做称义的生命的人，我着爱为主来活，毋是要搁继续过去为着家己来活。所以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一天开偌济时间，你咧亲近上帝。有可能你早起足早就起床，你会看新闻节目，你会看你要爱看，啊，毋是你嘛想要看你爱看的节目，看你爱看的册。但是我毋知影你有开偌济时间去看上帝的话语无？牧师真鼓励咱爱真正认真去开寡时间去研讨，甚至去了解，甚至去。安静去敲吹，到底圣经内底上帝要对咱讲啥物？你若毋捌，无要紧，你会当来问，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咱教会训练的课程。所以我要问咱，你有相信对死人中搁活的主耶稣无？我讲到这，我一直咧讲，到底你是怀疑的，还是有确信的？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圣经内底，咱看见，对一开始妇人人伊带着被办的香料到伫坟墓的中间，看见石头安怎开去？为什么作者伊特别搁甲即个石头对坟墓中开？因为这石头足大呀。过去这坟墓吼，这墓吼，这石头是足重的啦。吼，特别要讲这是若人要向上去甲伊刷，迄嘛是真困难的代志。但是迄边外口是个有兵仔咧顾的，吼！但是这石头拍开，然后伊入去，无看到耶稣的身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因真怀疑的时，真犹豫，真惊吓也好。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有两个人徛伫边啊，啊身躯安怎？即个光影影吼，诶衫啊伫伊的身边，啊妇人人真惊吓，甚至呢将即个面拍咧，吼拍伫这涂骹，然后迄两个人甲因讲：你是安怎样伫死人的中间在找活人？当这个人，这两个人其实有人讲这是天使，这两个天使在甲因讲：你为什么伫死人的中间在找活人？伊无伫遮已经搁活。兄弟姊妹，当侪人到伫主的面前，在敲找主，要看到主，对无？但是你看会到无？伫死人中在敲找活人。当咱咧找耶稣，
有当时咱伫死亡的中间，要敲找我的毋茫，敢毋是？你咧敲找啥物？当这个人因来找耶稣找无，这两个天使甲因讲：恁毋通，恁为虾米伫死人中咧找活人？伊无伫遮，已经过我。着纪念伊捌伫加利利捌甲恁讲的，讲啥物？耶稣讲：人子必须爱被交伫罪人的手中，钉死伫十字架顶，3日中过我。因就想起来哦，对呢，耶稣敢若有讲过呢。有当时牧师也甲咱提醒这会友咱嘛是共款的咱就知影，对，牧师你讲的拢真毋对，无毋对，出去了，阮袂记了因就想起来啊，便然伫坟墓遐倒转去，甲一切代志甲11个使徒讲，甲其他人讲，迄其中有使徒就是马达拉、玛利亚、甲约阿娜，甚至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佫有侪遮妇人人。因伫遐，因遮的话，使徒一开始掠做是啥？黑白讲的啦，黑白讲的啦，所讲的话无影无只啦，无相信啦。主要是使徒，彼得起来，安怎？特别去看一下去做这个动作兄弟姊妹，牧师讲到遮，我无要去讲啥物，因为咱足清楚这现象是啥。我要继续带领咱做伙去看落去。13节，伫以马忤斯的路上顶面，门徒中间有2个人，这2个人，我无要讲啥物人，因为圣经内面嘛无记载。这2个人毋是真正的门徒，可能是只不过是对耶稣的。这2个人呢，因伫这村内名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有25里远的，迄是足远的一个距离。因彼此伫遐谈论所拄到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这妇人人因伫坟墓中所发生的代志。因伫谈论的中间呢，耶稣亲自就就近因甲因同行，只是因的目睭模糊无明啦，袂捌伊啦。耶稣就对因讲恁行路彼此是咧谈论什么代志啊？因就徛掉的，面就安怎忧愁？因咧忧愁啥？因咧忧愁因所听到、所了解的代志。这2个人呢，有其中一个名叫做格留巴，这是圣经内底敢若唯一有讲到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名，另外一个毋知影。你伫耶路撒冷在做客，要阁毋知影即个，伊咧甲即个耶稣讲啦，伊就讲你毋知影吗？毋知影这几工伫遮所发生的代志吗？耶稣就讲啥物代志啊？因就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伊是一位先知。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讲话、行代志、行事，拢是安怎？拢充满着快乐。甚至呢，祭司头甲遮的领袖，甲伊掠去，钉死伫十字架顶定罪。然后呢，但是阮所看的即个耶稣伊就是安怎会当来救赎阮以色列人的人啊？毋安尼即个代志伊个3工个活呢，个咧，阮中间有几来的这妇人人拢为着这个代志拢感觉很惊奇啦。因清早起去到墓遐，伊阁甲伊讲一遍，无看见伊的身躯就倒来甲阮讲，讲看见了天使显明讲伊活啦。阮遮的人几个人去到坟墓遐去，所看到、所拄到的这妇人人所讲的，只是安怎，拢无看到耶稣啦。注意耶稣就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的这个话，恁的心信甲伤过钝啊！注意，讲到遮拄好讲起人的啥疑惑，你有感觉无？你有看见这2个伫以马忤斯这2个人，因咧描述别人所讲的，注意离耶路撒冷是25里外远的因其实是信仰，我感觉这有神学家咧研究讲，为什么这个圣经作者特别要去写讲离耶路撒冷25里远啊？这是足远的啦。甚至呢，正常大家人拢是会足期待，搁要看这个耶稣3日，伊讲3日要过活哪有可能离遐远的啦？所以咱会当理解大概是安怎因的心情是安尼。
所以因会充满着疑惑，甲这个代志甲耶稣讲。所以耶稣甲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的话，吼，先知所讲的这一切话，恁的心信了伤过钝啊啦。兄弟姊妹，继续，基督伫遮安尼受苦，佮进入伊的荣光内底，敢毋是应当的吗？耶稣基督佮一摆，耶稣佮一摆，甲这两个人讲，伊为虾米来死啊？有无？你有看到无？他拄仔伊咧讲描述的耶稣第19节，19节到21节，拢是咧讲啥？又讲到21节，阮素来吼，一向以来，阮所仰望的这位耶稣，是要来救阮以色列人，就是伊呢，有无？因所讲的，就是牧师顶礼拜咧讲。伊是要来创啥？来抵抗罗马政府的樟树基，对无？对无？因咧欢呼嘛，好山呐，大必的子孙啊！因想讲伊要来做王，结果伊是骑一只驴啊，毋是骑马啊。我来讲，迄个过程，迄是落差足大的。所以到伊死了后，伊嘛共款，因那个咧疑惑，你可以想到到底耶稣是要创啥？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的一切话，恁的心信了伤钝啊！基督安尼受害，佮进入伊的荣光，敢毋是应该的嘛？而且呢，对摩西佮众先知讲起圣经这旧约啦，吼，旧约指着家己的话，拢是咧讲伊啊，吼，拢是咧讲伊本身伊家己啦，吼，所以后来将军因所要去的迄个庄内。耶稣那亲像伊就继续行，因就开始就甲耶稣闹了，讲时间已经暗嘛吼，日头吼已经落山吼，嘛请耶稣啊，伊无讲耶稣，伊讲请你当那闹来甲阮做伙带，耶稣就入去，然后带伫因中间。甲因同齐倒的时阵，耶稣安怎做？安怎？摕饼摕起来祝谢，有无？因看到即个目睭大啦。光起来，所以兄弟姊妹，每一摆牧师伫遮拢会讲同款的话。我相信有真侪人拢感觉拢同款啦。牧师应该讲啥，我嘛大概知影伊要讲啥啦。但是你若注意去甲听哦，迄其实咧，互咱搁一摆回忆，咱本身有亲像耶稣所咧讲的无？基督安尼受害，搁进入伊的荣光。耶稣基督是为着咱来死。是付出伊的生命的代价，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着爱为着主的福音付出生命的代价。你着爱为着主福音付出生命的代价。什么是生命的代价？时间啊，时间袂了，袂甲你刣你的活命啦，对无？但是吼，咱有当时咱连时间拢袂爱互人呢，敢毋是？我无闲啦，我较有侪时间可以关心人呢，对无？咱拢真侪时阵，咱甲咱时间就无啥想要互上帝啊，家己的生命较重要嘛，对无？家己的爱的物件较重要嘛。但是咱却无真侪时间去关心家己厝里的人啊。我会讲真诶哦，你茫亚做讲，你无咧为，你嘛无咧为着福音吼，你有咧为着厝里的人哦。大部分的时间，咱拢是为着家己较济。我会记得逐工我的囝儿吼，暗时的时阵，时间若因要休困的时阵，一定会问爸爸一句话：爸爸，你今天要工作吗？你问伊问这句是什么意思？你今天晚上要工作吗？够人知影？哈？你看妈妈知影哦，还要我爸爸陪他睡觉，了解无？逐工的哦。甚至呢，早起时就咧问啊，爸爸，你晚上有要工作吗？因为我若暗时要无闲要着急，为着家己的工课的时阵，你们先去睡，好，我就无法当陪因做伙倒咧，甲因揽咧，甚至甲伊讲话。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会当了解，迄个过程就哪像个啥？有真侪时阵，耶稣伊甲咱做伙是。同坐倒伫擘饼的同时，就是咧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所以摕这个饼起来，讲哇，我要将我的生命付出来，为着恁来死。恁着常常今年
咱安尼行安尼，要安怎纪念伊？安了解无？所以逐摆咱要食即个饼的时阵，你来去想讲，耶稣伊为着我的罪，为着我的性命，白白伊无罪啦，白白的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来的是要怎么样？若没有透过我，没有人可以到我的父那里去。但是没有人要相信啊，谁要相信这种很荒谬，看似很像很荒谬，可是他在这世上用很多的行动，用真侪行动甲见证在互咱看。所以兄弟姊妹，咱伫这个世间所信的信仰，敢真正干那是你所了解的制度方法，应该是安尼就安尼吗？我感觉不是，有真侪物件，咱爱去跳脱这个东西，重新倒转来伫听主的内底去了解，咱安怎为主做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最后因安怎？因目睭光了吼，因认出这是耶稣，忽然跟耶稣无去，因彼此讲吼，伫路林吼，伊甲咱讲这话吼，啊，咱互咱会当讲解圣经的时阵，哦，咱的心有火热无？最近吼，咱教会吼，今仔日咱要来行这个新田老师的啥执事的这个就任式，牧师欢喜，你毋知影？欢喜啥？上帝带领一个历史老师，伊咧读圣经足紧的，伊对圣经的了解是前后比牧师更加清楚。真的，牧师有当时记忆力，哦，读卡的记忆力很容易忘记。但是我必须要透过媒体来帮助我，他不用。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爱咱有一个火热，所以兄弟姊妹，他们就立即的怎么样？因的马上起身啊，回耶路撒冷去，拄着11个使徒，甲遐做伙组织的人讲什么？主真正个哇，已经互彼得看到啊。两个人就将伫路林所拄到的主八饼的时阵，安怎认出因？安怎？佮讲一摆。兄弟姊妹，我唔知影伫你的生命中，你有去经验到耶稣迄种个我的生命，为着你的生命，然后当你的生命愿意献身给上帝的时阵，你愿意吗？像这两位，他们原先只不过听到一个消息，你听到有人咧甲你讲，上帝足奇妙的呢。吼，你若看即个金会这今仔日的这个见证吼，你拢摕到这单啊，你会当好好啊去甲看。伊的见证虽然你若是一般人，你会感觉讲这敢若新约技术，但是对一个软正的人，对一个伊无啥物高知识的环境所领受福音的人来讲，这就是上帝用上简单的方式，互伊所经验到的福音啊。这就是上帝要互伊重新搁我的溃烂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伫福音的内底，咱就爱去认真看待上帝安怎互你的顶头生的生命，要为伊做什么干净，要为他做什么见证。注意哦，是要如何为上帝做见证。我觉得不是一种能力。不是你有多大的能力，多知道教会该怎么运作，教会该怎么做，不是。教会要做的就是对人付出爱的行动，要对人诉说，讲上帝安怎疼我，我嘛要安尼疼你，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喜乐所带来的行动啊。所以兄弟姊妹，路加福音书24章第2节，咱头拄所讲。7日的头一日，这个妇人人因带着所备办的来到伫梦境的时阵，伊是看到啥石头？这就是石头。我唔知影这个石头你有拍开无？伫你生命中，你的生命迄个心内那石头吼，你若无拍开吼，我来讲你看袂到迄个国外耶稣啦，对无？敢毋是？这个妇人人因就是这个石头刷开。我讲吼，这人的心就是安尼啦。你的心哪亲像石头吼，心中有时，时如人心。这人咧讲的话，我感觉真有道理。
意思讲人的心呐，上过那像个石头一成不变的，好，不是讲石头很像石头的坚强哦。我不是讲的那一方面正面的哦，而是说咱的信用那像这石头相款，你袂去想讲到底上帝另外一个意思会是什么款的做法的时阵，安尼有当时咱会较危险。只要是石头，到哪里都怎么样，不会发光啊。所以咱来求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咱的主题叫做啥？割我生命的奥秘。割我的生命，耶稣割我的生命，带互咱几项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咱看见这两个伫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因的心眼明亮之后，带出什么？火热的生命。因的火热的生命，因是有安怎？因伫15节有几个条件。一个有一个有行动火热的生命为主来行。第一项，上帝有没有跟他与主同行？有没有？主就已经与他同行了。15节说什么？正谈论因在门的中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了。这是最重要的哦。是主已经咧跟咱做伙行，但是因有清楚无？一开始因唔知影啦，因唔知这是耶稣啦，对不？互咱看到就是安尼啊，耶稣早就伫咱边啊啦。所以咱伫教会熟悉主的福音的道路顶面，咱的主时常就一定有可能透过某一个人，咱的上帝就透过某一个人，咧甲咱提醒啊，咧甲咱鼓励啊，咧互咱明白啊。但是你有去体会到上帝甲你同行无？所以第一项，甲主同行，因为主早就咧跟咱同行。第二项，甲主沟通。咱看头拄仔牧师带领咱做伙来看17节到第19节，耶稣对因讲话，为着这代志安怎？你是咧讨论啥？有无？开始耶稣前面咧创啊对话，有无？所以咧，咱会当了解耶稣伊真意爱用通过咱甲伊交谈的时阵，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咱着爱常常亲近上帝。亲近上帝是因为咱的生命甲主迄个无清楚的关系中间，咱爱更加需要爱灵修，敢毋是？咱就是无甲上帝关系，甲主耶稣的关系，就是无介亲嘛。你无介亲，无介体会，介清楚，你阁无要灵修嘛，无要祈祷。安尼，我请问你是要安怎领受到更较大的祝福啊？迄是足困难的代志，所以伫遮伊咧甲咱讲起，咱爱甲主沟通。如果耶稣人来问讲你是咧讨论啥？你啥人啊？啥啊？有无？有当时咱嘛敢若嘛安尼对无？那耶稣你要我无爱听你讲啦，兄弟姊妹，咱有真侪时阵咱袂爱，因为看上帝话无好看，看到我拢会困去，敢是？有当时你想要做这个代志灵修甲上帝亲近的时，这个代志你拢会想做百款的方式，安怎？你无法度通灵修的方法。但是兄弟姊妹，甲主沟通是足重要的，因为这是互咱甲伊的生命迄个无清楚、无明白的关系重新建立的机会。所以耶稣讲什么事啊？因就开始讲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啊，伊是安怎啊？这个解说嘛，小可讲一下嘛。耶稣讲啥？恁讲的无毋对但是恁真正是真钝啊。因为耶稣讲啥？耶稣开始讲解经我甲你讲，当你亲近上帝的时阵，上帝通过伊的话，会互你明白啊。兄弟姊妹，你若无要亲近上帝，上帝袂互你明白啊，对吧？合理吧？我今日熟悉一个人，你无要亲近伊，你敢会熟悉伊？袂啦！你讲牧师讲爱你去甲传福音，但是你都无要去找伊，请问伊敢有可能来教会？袂嘛。所以兄弟姊妹，传福音需要咱本身安怎？咱本身主动。相反，咱对耶稣的认识，当咱亲近上帝、亲近主，咱通过灵修，咱会当更加认识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耶稣透过解经帮助因了解。兄弟姊妹，最后
主甲因同大无？大做伙无？有哦，有真侪时阵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真正需要接待耶稣。要安怎接待耶稣？其实耶稣有讲到，马太福音书第10章40节到42节。来，咱做伙来读吼，用华语来读。来，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什么叫做不能不得赏赐？这叫负得正啊！有没有得赏赐？有啦，对不对？啊，我要问咱吼，我估一个咧吼，这段圣经在我估一个咧，我会记我细汉吼，个牧师讲吼，他讲，吼啊，这囡仔吼去学钢琴吼，啊无看因那会晓弹，啊嘛无咧练习啦，唔通学啊啦，啊一节课吼偌济点爱？什么800？什么千里？1800开始啊！一节课哦，1点钟就1800块，啊，到后壁起价到2000，够2000字的，吼，敢是我无啥印象，我会记甲1800块啦，吼，啊600，咁600块一开始600就对啊，啊，毋过我会记你到后来是到千几块啦，吼，真悬啦，吼，爱问阮妹妹，嘿，印象中是安尼啦。迄当时我要讲的重点毋是这钱，我要讲的是啥？我要讲的是过去我伫细汉的时阵，我所领受到这学习的代志。我的爸爸伊是认为讲，啊，就无啥物效果，就莫阁学啊。但是对我即摆来看，我感觉我对这个老师身上所学到的，是我一世人，包含我无法当学到的物件，拢对这个老师学来。上帝透过这个人安怎？互我学到，兄弟姊妹，人因为这个老师来接待伊，对吧？啊，你若无要接待伊，就是我莫学啊，吼，我嘛无要互伊钱啊，对吧？安尼你敢得会到？你得袂到。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伫教会内底啦，包括用人嘛共款啦，该互人诶，就爱互伊，爱照真理，照应该爱的。就安怎互伊啦？这就是安怎？你有法当接待这个人，咱就有法当对伊的心上安怎得到赏赐。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伫咱的教会，上帝拢会甲咱赏赐，但是咱就爱将咱的心拍开。人若接待牧师、音乐家、有恩赐的人，咱就有法当对这个人安怎得到恩赐。这就是这段圣经在咧讲的。人若接待耶稣，接待恁，咱信徒，咱拢去人，咱会期待人接待无？较袂爱。人若要甲接待，哦，毋通，哦，毋通，毋免。其实我后来吼，无思想想，为什么有个人伊爱送礼，你知影无？但是咱嘛爱有智慧哦，毋是啥物物件拢会当收啦，了解无？会当送礼，但是送礼的用意，你要安怎甲伊？有那爱建立迄个要紧的关系是啥？是听和睦的关系，毋是因为这个物件来伤着彼此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主的门徒亲信，因的主是一个国外的主，对无？啊，若是安尼，因是毋是甘愿为着这项真理来受苦牺牲？会袂？这就是因对妖异、对惊吓、对毋捌。定心，因为主的国我安怎？知影讲这个真理，我着爱为着这样代志来受苦甲牺牲。牧师常常咧甲咱讲，咱的教会着爱诚做传福音的教会，着爱诚做基督的教会。但是咱要对焦在传福音里面，你若无法度通体会到什么叫做耶稣的国我，安尼你无法度通体会，要安怎将这个真理甲伊传出去？这个真理就是耶稣疼咱，你传袂出去，因为你无要愿意付出代价，因为你无顶头生的生命，因为你无真正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死，我
互你知影你是会当为着主来较赢过死亡，来较赢过无可能的事。阿门。讲咧敢若无介清楚吼，没关系，这个部分需要大家慢慢的去体会哈。我相信每一个只要你清信，我搁讲一摆，只要你清信你的主是搁我的上帝，因的信念主要会当帮助咱，会当安怎？支持咱会当做伙做一个团队事工，就是因为主搁我，还了解无？所以这门徒因原先已经惊吓，感觉讲耶稣哪会向死去啊？了解无？敢真正有搁我，伊嘛毋知影，所以因要搁伫犹豫的中间，因为真正耶稣显明，所以咱来了解耶稣为虾米在开这40日。伊开这40日的中间，开真侪时间、真细致咧帮助伊的门徒了解，伊已经真正有搁我，阿门。所以兄弟姊妹会记得咯，主搁我的日，毋是干那咱今仔日较咧讲，咱着爱伫规年透当你，伫当时你就会记得，咱的信仰的本质就是咧讲即项，耶稣有搁我，耶稣有搁我，嘛咧问咱，你有搁我无？常常咱嘛会甲咱看，你有较无共款无？你有无共款无？逐个拢咧认捌啦，认捌到底恁所信的耶稣基督有搁我无啦？你的性命有搁我无啦？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咧讲的福音嘛。所以兄弟姊妹，爱做见证无？哎呀，因为你若无见证，代表你的性命一天度一天呐、每一天都一样啊。你要感受每一天、每一个早晨、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主的门徒得爱亲信主搁我。所以为什么咱的生命有这款的亏难？因为耶稣对死人中搁我，咱才有定头死转变的生命。路加福音书，咱今日所看的第5节，在妇人人惊吓的中间，这两个天使对因讲：为什么伫死人中找我啦？基督徒面对生命顶头生啊，往往是已经伫这死的道路顶面，在敲找伊现生机的时阵，有当时因为伊自我的限制，你会自我限制袂？有当时会，无要紧，但是咱会当学习，莫搁互咱的心内底是伫安怎？咱的生命是伫死人中咧找活人，咱乃是伫我的生命内底去找我的行动，了解无？你的生命若无有主搁我即个活我的愿望，你找袂到愿望啦。我咧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你若是伫已经死的道路，就继续无差啦，我的人生就安尼啊，无效啊，这叫做伫死的道路咧找愿望啊，这找无啦。你只有伫耶稣基督即个我的愿望，搁我包含你的生命转变啊，顶头生啊，你才有法度找到愿望啊。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真要紧的。基督徒面对顶头生、生命的顶头生，为人所带来不退缩的勇气的生命与盼望。所以呢，这个不退缩的勇气，当咱拄着问题的时阵，咱自然就有好的品格出来。这就是真要紧的工课。所以，这个约翰纽曼的神学家伊讲：不要惧怕，有一天你的生命将要终结，乃要惧怕它从未开始过。我要问你。你的生命有因为这个福音开始啊无？有开始咧找到咧转变无？你免拢偌紧的转变，但是无输期待。咱每一摆、每一礼拜，你对上帝话语所领受到，你着爱真实去了解我的行动、我的生命要安怎，因为我的观念所领受到，我的行动嘛要安怎带来改变。时间关系这个10岁者米勒，咱知影，伊咧所写。就是《路德记》内底所讲，咱伫有真侪时阵，咱看这未遂这收割就是后壁，你若看这图片后壁面，就是真侪收割好野人，因将这物件，也是讲需要生产的，因就收割去做买卖。但是呢，伫因这人的中间，就留落一寡未遂也好，也是米也好，互因安怎去捡。其实我感觉米勒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画家，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好，因为时间关系我直接跳过。那有机会，咱会当去看这个阿涅斯瓦尔达，这个法国的这
即个摄影师导演吼，伊嘛针对用即个拾穗者的方法，伊去摄影吼，去翕相翕遮个回收的人也好啦，捡粪扫的人，包括遮会食的物件，互我足深的体会着吼。你若像过去，我会记哩，我的爸爸伫我国中的时阵，带阮遮个囡仔吼，去伫即个家乐福吼，因的后壁这粪扫堆吼，这子母车足悬，就爬去顶面吼，迄时我拢感觉足见笑。阮爸爸，你也要带阮做遮个代志啊？但是吼，阮就捡迄过期面包吼，集齐品还是讲，今仔日就已经歹过期啊，因就甲弹出来，2大堆。我会记迄当时我拢足袂爱去的，等于逐摆去吼，拢足惊拄着人。我的心内感觉讲，是人要做遮个代志。其实到后来，我发觉对国中到阮搭，阮所捡的遮面包，包括阮即摆拢还搁咧捡啥？捡咧早餐店，人因咧弄的面包，你会人你哪会用去遐捡？你会讲你搞迄个无爱的面包，毋是要食的哦，毋是咱要食的哦。你会想讲你有啥物用途？迄当时阮就是安尼家己做，我有讲牧师讲。做一台这加胖的吼，加的，然后阮兜所有的动物拢是食这面包，佮浇寡饲料，浇寡应该的营养分，互我体会到这个拾穗者吼，这个捡回收的也好，也是对这个垃圾堆去捡的人，伊嘛有咧讲起，有真侪人因通过葡萄园的农场的主人，因捡起来的物件果子吼，因通常拢会甲迄个。较无完整水的，因就直接甲伊剪掉，然后后壁互遐个遮个乡民吼来捡。所以我感觉伊咧制作遮个故事，互我体会足深。感觉讲咱的生命要安怎伫看起来，感觉已经无效啊，也是看起来已经真失落的五芒的中间，你要安怎去定心去敲找着五芒？所以期待牧师期待讲，伫即马即个世代。当咱咧等待耶稣到来时，咱的生命伫世间，咱要做啥物？咱着爱学习，吼，咱着爱学习要安怎物尽其用。伊伫这影片内面讲，物尽其用，适得其所。你的生命主人，你需要好好去敲找即个物件，吼，物尽其用，适得其所。吼，所以最后，路加福音书24章，咱今日所看11节到12节。物尽其用，适得其所，包含你所拄着困难的事，你会记得，亲像今仔咱所看彼得，当伊听到这个消息，使徒听到，因拢毋相信，但是伊安怎，特别要去看卖，走去亡灵，看安怎，到底耶稣敢真正过我？吼，你可能毋相信，你可能会犹豫，但是拢无要紧，牧师拢期待咱抱着这款的心去敲吹，吼，去查验耶稣复活的事情，那你的生命一定会重新得着生命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阮较无追求甲主你三度的生命，是真实经验着主你甲阮同在的生命，是搁我的生命所带来的毋茫。阮相信，搁我的记号是阮生命为着主你来活。快乐的来源，是通帮助阮的生命活出美好见证的开始。阮需要认清，主你听阮的记号，是通过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遐来的。当阮的生命有不足、有软弱、有拉散、误会心思意念的时，因为主你听阮，阮知你爱阮，将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愿上帝你帮助阮。因为主你所留的保护提醒阮，互阮更加着爱谨慎阮家己的心思甲行为，无搁再有歪错的生命的道路。愿上帝你帮助阮，主啊，你教导阮的生命，伫认捌主你的救恩的上时，愿你赏赐阮毋但有健康的心心灵，嘛互阮伫世间的年日，伫家庭的内底，会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学习听丈夫、听太太。囝儿孙常常地分享圣经、听人的故事的内底来认捌主上帝。我嘛要常常分享家己的生命对主领受的感动，甲生命的转变，通互阮厝里的人看见，
领受着这款福音所带来的大快乐。主啊，阮相信，主你的教会的每一位信徒，毋若伫自责的时有疼，嘛着爱伫彼此鼓励、见证、分享的内底，互人看出阮有顶头生、有主活命的话语来丰富阮生命，是我尔那美好。主啊，阮相信，这是主你听阮、拣选阮、救赎阮生命的目的，嘛是爱阮每一位领受福音的人应该有的使命甲工作。愿你时常用生命、搁我的话语来扶持、提醒阮的生命。今仔日，阮也要为着专职的姊妹、杨金惠姊妹、甲李新田兄弟就任职事的侍奉工作，甲主同齐道的行程。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三甲做伙，同心见证主你的陪伴、圣神带领，甲使命工作所托住的工作，是何等的美好！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446首，咱坐咧吟吼。啊，咱唱到第尾节的时，咱请新田兄弟吼来到伫中的所在。这碟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自执，要设立李新田兄弟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奉，咱也请人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会当专心侍奉上帝的话甲圣礼典。这个时，牧师要来问李新田兄弟。你当要领受执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也无？我确信。你愿意做大桥教会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你又要安尼行也无？我愿意。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是若关系到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你有要安尼行也无？我愿意。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我愿意。这个时，牧师要请所有的会众起立吼，请所有的会众起立。恁已经经李新田兄弟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也无？有。伊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伊、疼痛伊，
为着伊来祈祷，恁有要安尼行也无？有。关系保持教会秩序，若双方有失错，应该着爱通知小会通设法，毋通四过报扬，来妨害教会大局。恁要行也无？有。记住，最后一点足重要。吼，信徒会记住，牧师阁说明一下吼，就是讲，若是有关系着吼双方，咱含执事，咱含教会关系有问题，着爱来到小会来牧师家，吼，毋通去四过报扬，吼。所以伫这时，牧师嘛要来讲，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设立即个要紧的约，嘛，互咱会当三甲有份来参与。牧师期待咱会当会记得头拄仔咱所做的立约，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你是教会头，阮的主耶稣基督，当阮伫遮来受职，互你心甜兄弟诚做教会执事。你所竞选的，也是阮着爱常常感谢主。愿上帝你培育伊、塑造伊，主你也吩咐阮，若着爱去普天的来传福音，互万百姓。佮讲，着去到伫世间上，伫人的中间，阮着爱付出疼、温暖，互人会当祝福人的生命。愿要伫主你的面前，愿上帝你赐福，帮助伊，赏赐伊气力，互伊一生的中间，掠服侍主，成做伊一生上好的见证，上好的福分。愿上帝你嘛赐福伊的家，甲伊的家庭。特别，愿要为着伫伊的负责人郑款姐，也恳求上帝你成做伊的帮助，赏赐伊气力，也成做丈夫上好的帮助。愿伫你面头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桥小会官兵，设立你做大桥东会的执事。煞通知正会友知影，即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的。当你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心来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光。阿免。请坐，即个时请咱小会吼，请咱小会员会当来到头前，咱做伙来家做。来迄个新店乡，请你徛遮，阮甲你握手，做一个接纳，吼，你徛遮，来咱。好，咱伫遮吼，咱伫遮教会有整上一个，这是来，咱所有的小会员来遮，吼，咱先煞先翕一张，你客就好。谢谢。这个时要请金慧姐金慧姐妹，咱今天也要来做一个落户的宣誓啦嘛请伊来到伫头前。这个时咱要做伙伫这个所在来见证杨金慧姐妹誓约来转接到诚做咱教会的信徒代表咱信主。加入这间教会，咱着爱甲咱的所有的信徒、甲厝里的朋友做伙见证，这是上帝的疼，伫咱的内底被起做。所以咱互伊所领受的对主遐来的疼甲温暖，咱公开来告别你的决志甲你的信用，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爱请你了解，教会的承诺，承诺会支持你。会支持每一个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信徒，朋友，我们都要背后为你祷告、祝福这个时首先牧师要问杨金慧姐妹，请你注意来听，你是不是诚心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悔改认罪，接受伊做你的救主甲活命的主无？你是不是信上帝，诚做你的天父？
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来引带你的人生无？你着信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尽信徒的本分，听你的教诲。你愿意要安尼行也无？大桥教会是注重人人传福音、彼此和睦相听的教会。如果若拄着双方关系有误会，也是困难，毋通四过包容，着爱找求牧师甲小会员、长老来设法处理，免得破坏教会和睦关系。你是毋是愿意来接受这个使命的工作？而且着爱福音，为着福音来介绍未信的朋友，要要安尼行了无？好，牧师伫遮宣告，答杨金惠姐妹，你伫大桥教会众人的面前来立志告别你的信仰，着爱委身伫主的教会大桥教会。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大桥教会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阿门。这个时，咱请咱有哪请金会姐妹吼来头前来，你来头前。好，咱请小会员，咱来给伊接纳。来，有鸟行就好。好来，要不然在这边就好了，在这边就好了。哦，好，咱给阿秋接纳一下哈，阿秋接纳一下。我们来，来，我们在这边，好，一起在这边拍照，来过来一点就好。好，我们在这边拍就好了，这样就拍就好了。没关系，这样，哎，这样就好了。因为他比较不对。毛长老，你要那个小组要送的礼物，对。礼物不是最重要啊，最主要是心意啦，哈，大家的心意这是最重要的哈。来，咱行上哦，哎，金慧姐妹，好，来拍手，欢迎她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哈，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哈，来，微笑哦，微笑哈，拍手，看你哦，拍手。谢谢。这个是请咱做伙过来吟咱要甲主同齐的诗歌吼。有吗？没有。好，来，咱做伙咱过来，安尼唔对嘞吼。好，没关系。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信徒，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记纳着我打动大，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主耶稣阁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的恩典甲咱三甲彼得，所听兄弟姊妹。请咱着爱注意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保罗讲，因为我对主受耶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客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每一摆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
请咱做伙伫安静的中间来孝念，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为着咱来死，是要来洗净咱的罪。上帝听咱世间人用伊的囝，留伊的宝血来付出生命的代价。咱思考，咱甲上帝讲：主啊，我嘛愿意，我嘛愿意，成做上帝你的妻用，成做一个上帝所拣选、有价值、有目标、有信心、有动力。无论伫咱的工作、伫咱的家庭、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拢会当用咱的生命来回应上帝。这是一个力量，也是一个行动。请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如果你还未洗礼，你会当先卖客，但总是你会当开始思考，你甲主的关系，你若已经入捌，你嘛会当伫咱的门徒训练了后，咱会当开始来思考，你有要承认、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主无？你有相信上帝救你的活命，成做你生命的帮站无？若有，我相信你会当用你的生命来回应伊。基督徒受洗，代表的是彻底来认同基督，嘴认承认伊是你生命的主，心内相信伊要为你带来顶头生的生命。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大家。你若已经受洗了，你就爱去思考，受洗对你来讲，对基督徒的生命、新生命来讲，这是唔通袂记得十字架顶面的耶稣。受洗是代表每一摆咱领受圣餐的时，咱就爱纪念咱的主耶稣为着咱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顶，咱才通成做上帝所接纳、所欢喜的家人。受洗受洗是彻底认同基督，是彻底认同基督。所以咱的生命，就爱搁一摆甲主同坐倒的时，来认定耶稣，看
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来领受这个要紧的圣餐的宴席。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即个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着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耀主上帝。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免。是咱来奉献。这杯咱要收倒转来吼，咱爱有迄个环保概念吼。请起立。请起立。将所有献予我主，心甘心乐意奉献。我们常常听主可主，听主三清高言观，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天不跳我，从未
来做伙读宣告奉献的祈祷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威信。我相信奉献是财前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根据教你的事实甲灵命赏赐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即时是咱公祷的时间，请咱有着咱公祷事项，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咱嘛为咱教会福音来祈祷，咱做伙开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你的歌我是得胜的，阮的心着着欢喜。主你的歌我带来是阮的心无惊吓，阮的心无悲伤，因阮的慢慢得到主你的安慰。阮无受苦束，阮无受捆绑，阮嘛无受苦毒，阮嘛无受到魔鬼的控制。圣神保卫师甲阮同行，因为主你等于是一个顶所有的保卫，是来除去阮的罪。你的救赎是白白。来，互阮着生命来得到新创造，互阮诚侪有信心、有盼望。阮的心体会着永远的活命甘甜，因为耶稣伊所伫的迄个气配，诚侪阳光的冕旒。你的救恩要施落伫逐角落，信靠你的人白白要来领受你的救恩，真理、福音。既若奉你的名来设立的，阮就有使命来宣扬福音。阮的教会伫即个所在发展、转型，主耶和华上帝，我更加爱甲主你同心同行。大桥教会诚侪有气力的教会，诚侪有配节的教会，阮爱真清楚。为主来活，亲像主你的身躯受鞭拍，阮的心愿意甲主讲：主啊，我愿意伫大桥教会为信，阮愿意为着主你的救恩来服侍。嘛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你无限的智慧，互阮的牧者甲阮的长执，阮的同工，无论阮伫任何一个环节，我拢会当来尽心，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服侍。圣神，你亲自来感动阮，柔软着阮的心，来启造阮大桥教会。恳求你来兴起，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诚做祭司，来形容着你的教会。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我来消息报告。咱来看咱的事奉的同工咱家己注意。咱来看第一页消息报告。第一，本主日是过偌济的主日，当庆祝耶稣过活，
来赢过死亡的权势。愿主会定心过活，会当互咱的心有盼望，互咱的心来靠主得到信心。咱教会有前31个人，代表4名会搁偌济的彩蛋。第二，本主日伫礼拜中要举行李新田执事就任以及杨金惠姊妹入职的典礼。愿主扶持帮助因，伫因的家庭会当做来侍奉主，来经历主丰盛赏赐的道路。第三，咱礼拜煞，今仔日礼拜煞，咱有举行新老病医伫即个卫教的治疗的课程，认捌咱的肠胃问题。咱地点是伫1楼，咱请兄弟也是厝边隔壁，你的朋友做伙来听来学习，来保养咱的身体。第四，本教会定伫4月27拜六，会早时9点40，伫教会一刻要前往富强教会来观摩教会中保大道工作的事宜，请要了解咱基督的服侍工作，兄弟当踊跃来参加。第四，咱每礼拜是下早时10点到11点有举行吉他的课程，请恁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拢会来参与，会当来培养咱多方面的侍奉的事工。下面是咱的奉献的所在，请兄弟家己看。假使讲你若有错误，咱若看到无着你的奉献，请咱下当马上甲咱的会计来订正吼。好，咱报告到这，咱来看咱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耶稣甲我讲，各我的命在乎我，信我的人虽往死，要顾要我。既然我来信我的人，因应会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我把时间交牧师来补充。牧师来补充报告吼，咱头拄嘛刚刚有讲到，讲咱今仔日的即个圣礼典，即个圣餐杯，包含咱的圣饼，这个饼吼嘛是无啥相款啦吼。咱即个杯吼，因为咱即摆就爱讲究环保，其实全台湾吼所有的教会，若使用这圣礼典的时阵吼，其实这贴起来的杯吼，听讲是过来101大楼在管啦。所以其实这资源的浪费实际上我们教会也要学习提倡。但是这物件拢真水，会记得哦，这袂使摕等去厝里做纪念品哦所以呢嘛，请咱会当放伫头前，还是讲放伫咱边啊，咱的椅啊后壁面这有一个可爱所在。咱等下若出去的时阵，咱会当做伙，因为咱人无济，甲贴起来，安尼咱毋免搁互咱的同工，着搁另外搁去收啦咱拢会洗，了后搁家己烘过。这个杀菌啦所以放心，请咱来使用好，我们再说好，那另外就是讲这个咱今日食的这饼嘛是这个福国教会一个姊妹伊制作的这种真好，我感觉食起来真好食，嘛真香伊这完全无发粉的真好的物件，嘛真容易化我感觉真可以节省很好的成本。但是也非常好用，所以也蛮期待未来我们都会可能也会这样来使用啦但是我们还是会先把这个，因为咱已经有买几个这个饼的部分后一处咱还可以回复，这先甲用好完，用好完了，咱才来使用这个物件若是感觉有其他的建议嘛，请咱私底下甲牧师讲。另外牧师甲咱补充报告的是4月27号，这个中保大道中保代祷工作牧师期待邀请咱做伙来富强教会这个中保大道就是讲伊这个团队的服侍真简单，你毋免去像人，你着爱会晓讲话啦，还是讲爱做到做啥物款的事奉，你才会当参加事奉。只要你会当祈祷，操练祈祷，你会当为教会为着任何代志会当来祈祷的人，我愿意邀请你做伙来去参加，咱会当做伙来去看别间教会。我感觉一间教会有足侪活动事工，
拢会当无，唯一有一项物件袂使无，就是祈祷袂使无。哦，祈祷袂当无，读经嘛袂使无。祈祷袂使无的话，咱就爱有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团体的工作，就是祈祷的同工团队啦吼。所以牧师邀请咱各小组至少推派一个会当做伙来参与吼，嘛请咱做伙来配合这项代志。4月27号因为迄个富强教会的同工，因主要中保大道的同工，伊嘛有咧问讲咱遮会当几个人去参加，安尼伊嘛要甲咱交代啦吼，所以请咱会当注意一下。另外，伫咱今仔日等的吼，咱礼拜三嘛请咱留步，咱会当做伙来到伫楼骹的所在，咱参加即个医疗讲座啦吼，邀请你。时间的关系吼，咱就无行平安礼，吼，咱今日无行平安礼，咱做伙起立，咱来吟上扬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台上烈烈亮星星，佛罗萨为灵的兄弟，尊名流传地头万岁。我将恁交伫上帝圣手，恁着常常纪念耶稣为着恁的性命搁活，是一个顶头生爱咱的性命顶头生的记号，嘛着常常孝念耶稣为着恁来死搁活所爱带互咱的使命，就是爱去传即个美好的故事。愿上帝你愿上帝将即个美好的福音带互咱的性命。永远我的愿望，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角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